歡迎收睇蛋撻 TV， 我係楊如思。12月15號，香港最具象徵意義嘅國安案件黎智英案迎嚟終極裁決，3項罪名全部成立，亂港禍首罪證確鑿，為2019社會撕裂迎嚟終局。而與此同時，美國方面3次公開出面施壓，要求特區政府放人，全部失敗告終。Think about this， 如果黎智英真係正如西方所言，只係傳媒工作者，點解美國要咁迫切介入審訊，甚至採取制裁國安法法官嚟企圖干預香港特區司法獨立，干涉中國內政？究竟黎智英一案牽連住咩嘢國際大陰謀？肥佬黎究竟做過乜？外國勢力有咩圖謀？有請蛋撻起底專員吉米。幾時都話唔係唔報時辰未到，肥佬黎終於肥佬，陰謀敗露，定罪書創香港歷史成為最長中英文判詞，多到855頁，連快夾都塞爆，罪行同證據多到讀完都要分幾日，法官唯有選擇性宣讀。法庭之內已經引起世界關注，法庭之外更加係各大勢力暗中較量。審判當日，西九龍法院周圍鐵馬林立，天橋 set 晒遠程監控，反恐特勤隊重兵把守，裝甲車 on call 戒備。呢個保安級數，就算復仇者聯盟嚟到，肥佬黎都插翼難飛。咁大陣仗要防邊個？唔係肥佬黎有幾大殺傷，係佢背後嘅外國勢力有幾狠毒。如果黎智英只係一個媒體人，美國唔會咁緊張。黎智英案嘅威脅性唔係蘋果日報寫過咩評論，而係作為外國代理人嘅肥佬黎點樣用錢、用媒體、用國際關係去運作政治行動。黎智英案唔只係國安法里程碑，更加係完全暴露晒美國顛覆手段、顏色革命套路徹底失敗嘅歷史一頁。世界以為美國特務個個都係 Tom Cruise 咁靚仔，現實當中做嘢嘅內鬼係肥佬黎，黑金發展下線仲多過便利店，泛民打住旗號為民請命，真正目的係對香港一招致命。肥佬黎豪使9300萬港元直接袋錢入泛民嘅袋。公民黨800萬，民主黨500萬，工黨100萬，社民連93萬，泛民政棍人人有份。呢啲錢唔係民主資助，係精準投放，愛嚟買影響力、買動員力、買政治博弈，再加埋到貼俾美國前防長100萬顧問費，重光團隊2000萬行動費，612基金嘅安家費。呢一套靠黑金打造嘅政治操控、媒體煽動、街頭行動已經唔係新聞自由，係一套完整嘅顛覆 system。傳媒大亨只係西方過嚟包裝肥佬黎嘅身份，西方代理人先係肥佬黎真身。國安法係照穿亂港分子真身嘅照妖鏡，無論披住咩身份，最終只會法網難逃。黎智英嘅最終下場將會喺明年1月中迎嚟刑期判決。蛋撻 TV， 我哋會繼續跟進。蛋撻 TV 有意思，同你笑住傾時事，開心 share 一齊睇。